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国庆节，咱搁同心聚集伫上帝面前，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今日是你得胜的日子，你战胜死亡的权势，互每一个信靠你的人，诚做有5万的人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恭敬领受你的话。求主你赐了属天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，也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伫顶礼拜的信息中间，有甲大家分享安息日的4项意义。咱简单来复习一下。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纪念上帝的救恩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安息日是一个思想上帝救恩的日子。第二项，以色列人伫安息日的时阵，会去思想着上帝创造的美好，而且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上帝看作宝贵的。因为安尼，互咱家己充满了信心，也知影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。第三项，安息日是一个立约的记号，所以伫安息日的时阵，上帝甲属地的百姓透过人守安息日来定心甲上帝立约。咱守安息日，互咱去了解立约的重要性。第四项，安息日是互咱伫身体甲心灵伫工作了后、夜深了后，会当搁一摆得到安息，重新恢复快乐的时阵。所以，上帝为着人设立安息日，有这4项真重要的意义。咱虽然知影安息日真正的意义，但是也有一寡人对安息日有一寡误解，必须要来澄清。所以牧师下面要甲大家来分享。首先，安息日是圣日，毋是假日。安息日毋是休假，是分别为圣的日子。圣经中间伫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。伫第7天，上帝因为完成伊的创造的工，就休了工。伊束缚互第7天，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伊伫迄一天完成了创造，休困。安息日被定做圣日，这是圣经中间第一遍提起着圣化这个意涵。所谓圣化，就是来分别出来，甲一般的时间无共款。意思是讲，上帝特别重视、珍惜这段时间。过安息日是互咱分别出来，咱要对2个角度来看。首先，安息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，咱将这天来分别出来，甲其他日子无共款。因为这个日子是纪念上帝创造甲拯救。承认上帝主权，甲上帝亲近来得到安息的日子。但是安息日虽然被分别为圣，并不是表示讲其他6日是世俗的。因为安息日的重点是伫敬拜，伫安息日敬拜，互安息日借着安息日，互敬拜成做生活的中心，互咱透过敬拜来得到力量，而且更较细腻谨慎，伫其他6日中间来活出见证。第2项，安息日也代表是分别为圣的咱。守安息日，互咱本身被分别出来。早日，以色列人借着守安息日，成做甲上帝立约关系的一个凭证。今仔日，咱将安息日分别出来归乎上帝，表示咱是属上帝，是圣洁的选民。所以，爱用这一天来见证咱是属上帝，甲这世间无同款。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所讲的，伊讲：所以兄弟姊妹，既然上帝遐尼怜悯咱，我肯定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予上帝，专心侍奉伊，互伊欢喜。这就是你应该爱献上真实的敬拜，毋通甲这世间同款。爱互上帝改造恁，更新恁的心思意念，通好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完全
通欢喜的旨意。所以，这互咱明白，就是讲安息日是将咱本身分别出来，互咱明白咱是属上帝圣洁的百姓。第二项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，安息日是安息，毋是休困。咱因为安息日是圣日，毋是假日，所以伊的重点是安息，毋是休困。安息日毋是啥物物件拢毋通做。圣经中间讲毋通做工，是指维持生活的职业，就是日常生活的工作。创世纪第2章中间这安息，毋是一个消极的概念，伊是有积极性的意义。伊的意涵是讲，一个人是伫真幸福、安稳、平静、和谐的状况下面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嘛呼吁咱，伊讲，所以咱应该爱努力进入迄个安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好亲像对咱讲，进入安息是需要拍拼去制造出来。所以安息日咱来做一寡代志，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得到安息。安息日是爱尽力进入安息中间，就是爱拍拼达到安息日设立的目的。了后，牧师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咱安怎来过安息的主日。现在，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安息日是上帝颁布真重要的诫命，为什么今日咱大多数的基督教会拢无守安息日？咱无伫7日的最后一日来敬拜上帝，反倒等伫7日的头一日来礼拜。敬拜上帝到底应该爱伫拜六，或者是伫礼拜日？为什么基督教会会将礼拜的时间对拜六改做礼拜日？其实上界重要的原因，上界重要的改变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我。因为耶稣基督救我，所以初代教会信徒就伫主日来聚会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我。圣经中间，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0章第7节，伊安尼记载：讲7日的头一天，阮聚会8饼的时，保罗因为第2天要起行，所以就甲因讲论，一直讲到半暝。伫遮，咱能看见初代教会的信徒利用耶稣基督救我迄一天，就是7日的头一日来聚会。伫历史上，伫1643年，伫查理斯一世咧东征的时阵，当时阵议会议员伊清教徒也上介济，因期待用清教徒改革原则来重新来修正英国教会，所以因就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召开一个大型的议会，参与的人数总共有121位牧师、30位议会议员以及8位列席的苏格兰代表。经过3年久的讨论，议会伫1646年的12月完成了威斯敏斯特信条。伫这个信条中间的21章中间安尼讲，这个圣日对世界开始一直到基督救我进前，是一礼拜的上尾一日。自从基督救我了后，这日改做一礼拜的头一日，伫这个圣经中间称作主日，而且要继续落去。这是基督教的安息日，一直到世界的落尾。所以咱知，伫这个咱的信仰历史的传统来看，主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。对外表来看，主日甲安息日的时间虽然是无同款，但是安息日的精神却是活踮伫主日的中间。咱伫圣经中间看见到耶稣对律法诫命的态度，就是一种成全。耶稣讲，毋通抓做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甲先知的教训。我来毋是要废除，是要成全因真的意义。成全的意思就是讲，毋是照律法伊表面的意思来做，是要活出上帝设立这条律法上介初的意义。保罗先生伫哥罗西书第2章16节也安尼讲，所以毋通互人伫恁的临节、节期、月朔，也是安息日，这问题点面用条例来束缚恁。所以上介重要，毋是条例，其实是时间，是伊背后的精神。所以伫每一个主日，咱拢应该爱透过
主日的聚会、默想、敬拜来思想下面4件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来庆祝，因为主日是一个感谢而乐、救赎恩典的日子。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救赎，所以伫主日，咱就借着敬拜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。若毋是耶稣基督，咱今仔日也犹原被罪所捆绑，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互咱会当对罪中间被洗清去。同时，咱伫主日中间，咱来庆祝主耶稣基督国活，因为主耶稣国活的大权能，上款带互咱国活的愿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无论伫圣殿内底敬拜，或者是咱即摆伫厝内底敬拜，咱拢应该爱用欢喜的心，学了上帝即个奇妙救赎的计划。咱用诗歌、用祈祷来敬拜学了上帝。当然，敬拜学了毋是简单用诗歌，上界重要是爱用咱的性命，因为咱已经对罪恶中被救赎。咱来庆贺，咱来学了，是庆贺主耶稣基督国活。学了上帝大权能的恩典，你当想想，咱原本就是犯了死罪的人，但是如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咱被赎回，咱被讨放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。如果主耶稣基督若无国活，咱今日就是咧参加一个告别式。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活，咱应该爱大声学了，用咱的生命来见证来学了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安息日是为着纪念上帝的创造，所以伫主日的中间，咱应该爱思考主耶稣基督为咱生命所带来新的创造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老人伫基督耶稣内底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拢变成做新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时时去记住的，咱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所赎回。咱来活出新的生命，来荣耀伊的性命。按咩啊体验更新创造的快乐呢？就是爱靠着上帝的话。咱所读的《希伯来书》第4章第10节到13节安尼讲，因为既然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安息的人，就是歇了家己的工作，亲像上帝歇了伊的工作同款。所以咱应该爱拍拼进入迄个安息。安尼无论什么人，拢无抵到亲像遐违背命令的人跋倒失败。上帝话活泼有功效，亲像生命内的刀剑，连魂、连灵、连关节、骨髓拢爱刺透，伊会当判断人心中的欲望甲意念。无一件代志会当上帝温暖，一切被创造的，拢暴露伫伊的目睭前。咱有一天必须要对甲伊面对面算账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起着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允的地，但是因却无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因失败，因伫应允的地无照上帝教训来过生活，反倒等因去军队当地人拒绝听上帝的话，背叛上帝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伊接受说明，爱透过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来启造咱的生命，因为上帝的话是活泼的，对咱的生命当产生效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想要领受上帝所赏赐安息的祝福啊无？你敢有想要互你的生命重新得到活泼的快乐？你敢有想要互你的生命有真实的判断力？请你唔通袂记住，爱听上帝话。而且照上帝话去行，这就是为什么伫主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必须要注心伫上帝话语，因为上帝话会带来更新、改变的力量。第三项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安息日是甲上帝各一摆立约的时期。相反伫主日的礼拜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叫做奉献。奉献就是咱用咱的心智。搁一摆，甲上帝立约，奉献爱心甘乐意，因为咱的奉献是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。咱若对圣经中间真实来看，主日礼拜中间咧讲奉献，其实毋是爱咱奉献金钱那尔，是爱咱奉献咱的生命，
圣经安尼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，我肯定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伊，互伊欢喜。这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，一个真实、确实的敬拜。咱是将咱本身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上帝，这是咱应该学习的。当咱将咱的生命献给上帝，互上帝来使用，这款活活的见证，就会当荣耀上帝。最后一项，伫主日中间，咱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会当享受安息透房。伫圣经中间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邀请，伊邀请咱做伙来享受安息的甜蜜。伊对咱讲：，既然着无担当大的人，会当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伫咱身体、咱的心灵感觉亚身困难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伊安息中间。伊甲咱讲：，来到伊的面前，的确会当享受安息。伫遮安息这个字的意涵非常深，伊原本是咧做事人对工作的方式中间所衍生出来一个形容词，就是咱知影做事的人，伊工作这块地、这块田园工作一段时间，伊还会休困，休困一段时间了，佮重新工作，安尼修行就增加。所以主要所基督伫遮所讲的安息，就是讲，当咱劳苦担当大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要互咱重新得到快乐，免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安息。主耶稣基督安尼对咱讲：，着背我的担，对我来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你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伫遮，其实主耶稣基督咧讲的有一幕画面，因为伫一些人中间要训练一只无工作经验的牛的时阵，做事人会将这只无经验的牛，甲另外一只有经验的牛，互因共派一个担。这个担是实未过型的，反的迄支倒边正边，阁有一只牛，这个是用来犁田的，因为这个担是照牛的身躯所制作的，所以非常适合，所以牛歹起来就袂受伤。迄只比较有经验的牛，知影安怎出力，所以迄只无经验的牛，伊的担是非常轻松的。安尼目的就是要互伊会当跟对即只有经验的牛，学习安怎去行做。主要说伫遮将家己比拼做一只有经验的牛，将咱比拼做无经验的牛。伊邀请咱甲做伊来，甲伊做伙来背即个担，伊要亲自来带领咱。只要咱顺服伊，接受伊的邀请，伊会帮助咱，伊要甲咱共同背负即个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无可能无背任何责任，除了永远的安息以外。所以伫今生，咱来学习安怎去找到正确的担，而且用正确的方式去背负，来背主耶稣基督爱咱承担的责任。伊要甲咱做伙来承担，自然咱就袂感觉沉重。伫咱工作结束了，如果咱会当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透过甲伊亲密的交通，伊会带互咱重新得到快乐的秘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主日中间来思考，安怎将安息日的精神放伫主日中间。咱透过庆祝，咱透过学乐敬拜，咱透过更新新的创造，咱透过奉献，重新搁一遍甲主耶稣基督立约，也透过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所享受的安息，互咱真实将安息日的精神放伫咱的主日中间，然后咱透过敬拜，重新得到快乐，用咱生命会当成做一个活活的见证。今仔日是过活节。愿主耶稣基督搁我的迄款快乐，拢会当伫咱生命中间展现出来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
你互阮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得到力量。求主，你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中，也互阮照安尼去行，来领受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